这是轰动武林，行动万教。一回带兵发中原，剑拔三寸真桥断。哼哼传来歌声，敢是广东啊花到位咯？来咯来咯，好走性命无去咯！来再来一首《广东花》。谢谢一首《广东花》。是，观众朋友所点唱爱听的歌曲，嗨，广东啊花，个见关见关是啊，见关迄就是咧那声啊，伊在模仿的。就是那个马车迄个车轮裤啊。对，无点油才会湿怪怪。是。来，线顶已经吼，咱观众朋友拢总上线咯吼。秀芬姐啊，碧珠姐、水张大哥、苏梅姐姐、尤大哥、尤大嫂，咱的桂香姐好，文龙大哥，许大姐哈，也个有咱的芙蓉姐姐、灿龙大哥、文明大哥、龙弟大哥，谢谢秀芬姐啊哈，哇，感谢你满满的捧个声哦嘿，来文东大哥、老张哦，谢谢你们哦哈，来感谢。这个生活的时阵吼，要平安喜乐啦。生活平安喜乐的时阵，这个日子的时阵，才会顺心如意。对。
坚守着家己本身这内心嘛，保持着讲叫这个最初的这个初衷。这个中间内面的时呢，有一段像这个故事啦。什么故事？这个就是像一个师道的故事。一个沙弥，也甲一个像这个咧，这个师傅的这个故事。是。这道弟仔先就问呢，师傅啊师傅啊，明明我都已经足努力啊，却比呢比不上别人的时，这个好运气啦，真正力啊。我做到要死的人，其实运气来的时阵，好就欢心啊，迄种的啦吼。呀吼，师傅啊师傅啊，人为什么咧活甲遮尔忝呢？这个师傅就讲啊，安怎讲？伊讲这个所有痛苦这个来源啊，拢是因为呢，你太在意咯，太在意别人，太在意讲者，是毋是有人爱我？太在意呢，甲别人伫咧做比较，相比拼啦。敢若自己，敢若亲像无人遐尼厉害安尼啦。是啊，佫有一寡像这甚至呢，甲你这不相干，这个人的看法啦，你嘛真伫咧在意啊。像这道弟仔时阵，伊就继续就问啦，伊讲那么咱人的时阵呢，这活的到底是啥物意义呢？这个师傅就讲啊，伊讲活的，其实呢是一个这个惯性的动作而已啦。哈？习惯的动作啦。对，你无需要这个坚持什么啦。也毋免讲追求什么成绩啦，只要呢会当做这平安度过一生，这就是呢可喜可贺之事啊。并无什么代志的时阵呢，需要讲你必须爱做的，一定无做的时阵袂煞的。只要的时阵呢，你若到一个一定的这个年纪啊，较侪岁了后，你甲受到转来的时阵呢，你这世人所做的每一项这个决定呢，拢总呢袂去互任何人这个想法，甲你束缚掉咧。那么你的这个人生呢，就会当真浪漫自由咯。敢若亲像即摆现主时，咱倒顶这个车共款，即摆风伫咧飞，掀来掀去，掀来掀去，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飞伫倒一页，你就读倒一页。安尼莫受束缚啦。是啊，这页先看无呢，这页先足难呢，这页先莫读就好啊。无我搁囥咧，我讲等下看伊要搁飞倒一页啦。这是境界啦。是啦。这代志的时，人总渺小的啦。如沧海之一粟。这个意思是讲，迄个沧海桑田的时阵，遐尼宽，咱这只不过是一粒这个沙仔共款，讲做沧海之一粟。安尼，所以讲毋免逐项拢总捌啦。只要讲像咱该捌的，就照步你去做，安尼就可以啊。阿弥陀佛。好来，哇，今仔师傅开始啊吼！感谢师傅。我毋是师，我有做上，毋是。学生的时阵袂使甲迄个，我是真人啦。有当时做节目不要太严肃。受到啥的时阵呢？当然要有题材啦这内面先是启示的像一个故事。来，说来进行咱头一个段，就是咱这个点歌的时间咯。今仔安排6首歌曲，头一首怀念的花那丁。怀念的花那丁，飘在窗门边。第2首，快乐的探空夫。为咱两人，自细汉就来做着探空夫，心上的其实就是一卡草人。第3首，经过1年后，搁有一个人。
点在怀念的所在。内面的精彩口碑，来，这个观众朋友所点唱爱听的歌曲。来第四首哦，《风中灯》。过去你甲我的感情，天顶无人通比拼。风中灯，来第五首《尖线情》。你是江，我是山，尖线永远念相偎。来，今日上尾的一首哦，哇，青春命。啊，青春命，青春命定自由行。来，以上6首歌曲，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。来，准备卡电话8326-317。8326-317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来，班长你好。你好，严大哥。嘿，严大哥。我乡林老师是上林啊，不是华林。见气。35啦。35呀。35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小明好哥哥，谢谢你。大家拢快乐。哎呦，尤大嫂。喂。阿嫂你好啊。来，帅哥老师好。就你的笑声。啊。来。我金财宝几大听啦。 4跟6哟。哎。 4跟6。好，谢谢哈，平安嘿，谢谢。来哟，文东哥哥。喂。文东大哥，你好哈，轮到你。红领哦。嘿哟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洪大哥。张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点第4甲第5。风中灯。4跟5。冇问题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你。谢谢，平安哦。来哟，秀芬姐。哎，你两个好。哦。 我点第2首跟第3首。安尼哦，好。哎，好，老师。2跟3哈，好，我下看。经过一来，检索哥哥。你好。谢大哥。大哥好，今仔想要多首。我看花念啊花那顶要来爬青春岭啦。好，真好，真好，来。好，无问题。好，带你来青春岭行行哈。好的。1616。哎呀，陈妈妈。婉玲，嘉玲。 我们听经过第2后，我风中灯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有玲。喂，你好。黄玲。哦。江老师你好。你好，大哥好。哎，我来一点风中灯跟青春岭。4跟6。安尼哦，好，我先开哈。4跟6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谢谢，感谢大哥。平安快乐。来哟，喂，你好。 汪玲、江玲你好，我选第5和第6。梅香姐姐。哦，谢谢。好。江线姐。哦，谢谢梅香姐哈，平安哦，嘿，谢谢。来哟，梁大哥。喂。嗨，梁大哥你好。你好。哦，今天要听到经过1年后。好。第3首。好，无问题，我写开后嘿。好。速速来个。来，康苗姐姐。哎呦，康玲你好。好。今天想要听到一首。 4跟6。4跟6，风中灯，听听的就变成光明灯来完成就得到光彩啊！哎，你好，坤生哥哥。各位大家好。好。要听到一首。4 跟6哟。4 6。哦，我写。 4跟6。哦，谢谢哦哈。风中灯。平安哦，谢谢。来，佳佳。芳玲。哎。 刘小姐，陈老师好。好。
大家好，今仔要听倒一首？风中灯，好，我来把迄个第四首青春岭。 4跟6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家平好安哦，祝吼，你好运谢谢。啊！来，姚大哥，两位好，我要听第3甲第4，谢谢。经过一年后，没问题风中灯，来叫玲，喂，姐姐，大哥午安，嘿，我点红中灯跟江刷井，谢谢啊。好，跟5。好，没问题平安谢谢平安。来，徐妈妈，喂，哎，阿母啊，你好。今仔要听倒一首？喂，徐妈妈，换你啊啦，你爱听电话筒啦。哎，听电话内面的声音好，啊。来，你讲。江刷井。哦好，尖尖线线情啊。前第5首。好，啊，较倒一首？徐妈妈2首，你另外倒一首？哈？哦好，我写开。好，时间5哈。好，这徐妈妈了哈，4跟5啊。喂，你好，秀凤。喂，哎，我要听迄个你干啦。 4跟6。 4跟6，跟6好 OK，没问题哦哈，秀凤，好，谢谢您，谢谢，拜拜。叔。来哟，婚人姐，李大姐。婚人姐你好。啊，嘿，有轮到你啊。第5甲第6啦。第5甲第6哦第五甲第六哦好，我写开哈，好，谢谢做哦哈登记来，平安哈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叶大姐，哦，大小姐，嗨，台北。怎么？好来，今仔要听倒一首？诶，江刷井。好，第5首。啊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首就到去我啊来送我这，你给我卡一遍咯吼，要甲了。谢你接。大姐。我来，今麦先来准备哇，风中灯。好来。哦，这大家拢要点光明灯的，你师傅开始风了吼中灯。好来，那唱的这首歌吼，嘿，较早的时伫咧电台伫咧做的时阵，吼，有这海口人，会啊，因本身的因拢怪怪，过去你干我，伊讲吼，过去咱是讲过去你甲我，你讲我，系啊，咱这边就在讲吼，讲牛，因迄边啊讲野，系啊，咱在讲就哎呦啊，无小心得流血，伊讲吼，流血啦，嘿，是。口音不一样。是啊，真的像老师在讲甲走入去的时阵，哒老师当哒哒哒哒哒当，哒哒哒哒哒当哒哒当当当，过去你干我的感情。口音对吧呢？NCC 的当中的时阵，爱做解说，毋是咧口音的关系啦，口音的关系吼。真正你讲的那个鹅啊，大白鹅啊，阮遐吼。我彰化县吼，花丹乡，阮遐拢讲野，真正是讲野。啊，鹅銮鼻要哪讲？野人鼻。鹅銮鼻我鹅銮鼻。毋是安尼翻，毋是安尼翻的啦，人嘛是讲鹅銮鼻啦。袂使怎咧？人嘛是讲鹅銮鼻。嘛是讲着烂，鹅銮鼻。对啊，无人鼻，啊无人，啊毋臭面膜，系啊，鹅銮鼻。你用黑白翻，是。真嗨！你看你用什么话的时阵对无？系啊，我本身的生活里啊，怪怪。袂啦，我加较自然。好来哦。我已经了解道理啊，要看啦，我这个吼，这地是要甲做较醒的啦，莫讲你蹦恰啊啦，系啊。你卫生台电影很多吗？即摆是啊，卫生的手了咧七目屎啊。来，这首歌曲是咱这个尤大哥、尤大嫂、文东哥哥、康苗姐姐、徐妈妈、坤熙哥哥、佳佳、姚大哥、玉玲妹妹、秀凤姐所点来邀请咱全国好朋友到秀秀听，谢谢。
情景，犹原浮在我目前，写在你心了，心内反映。手里害我心肝赤大冰。以前你甲我的感情，根本无人通比拼。如今可比风中变，不知何时是光明。错乱的情景，犹原浮在我目前，写在你着晓，心内反映。要讲袂清，要想脚手冷，害我心肝赤大冰。来，谢谢我们的调音大哥、磨刀徐大姐、秀芬姐啊，咱的灿龙大哥、凤云姐姐、水叶姐、秋菊姐，啊，你的捧花香，还有咱的坤信哥哥哦，谢谢你的捧花香。错乱的情景，犹原浮在我目前，写在你着晓，心内反映。要讲袂清，要想脚手冷，害我心肝赤大冰。风中灯，来继续。点灯点了就变光明灯啊啦。好来，即摆先来安排迄个尖线前，尖线前吼，甲伊来侪人点吼。来，谢谢阮的神树哥哥、王爸爸、剑山哥哥、坤信哥哥，恁的捧花香拢收到啊哈。好，谢谢秀峰。啊，今仔咱的赵英仪大姐吼，嘛拢上线哈。是。系感谢哦，所有英姐啊，如果会知啊吼，咱住在南投市的咱的丽花姐。隔壁呢，阮遮隔壁，丽花姐姐敲电话来讲，哎呦，芳玲啊，你咧穿迄吼内在美迄领啊，哦，有够好的啦！伊讲吼，因孙啊，即个顶算，即个中秋节转来，是啊，查某孙啊吼，今年拄读高中1年啊尔，伊讲伊若逐摆若转来时阵，拄着迄个生理期的时阵吼。哎呦，啊，拢总疼啊，拢骹床头重，啊，疼到足艰苦。大尾滚加啊，拢吼，真正爱请迄个生理假。啊，又听到芳玲伫咧甲咱观众朋友咧讲啊，讲哎呦，咱迄领，毋是讲甲咱做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穿尔。你若查某囡仔，伊伫咧生理期的时阵，你互伊穿，哦，我咧讲哦，比你咧食止痛药还佫较厉害。因为像即个红赤外线，对，这会当帮助像这循环。对，哦。即个肚脐边啊，做这的时阵呢，什么内分泌系统啦，哦，包括即个去积掉的啦，巴气啦，哦，
啊，经来倒尾摕的时是啊阵，即款的坐车啊，车呢拢总帮忙真大。对，啊，我咧讲哦，即届咱即个中秋节转来的时阵，伊摕2领互查某孙仔穿。是伊讲吼，啊，阮查某孙仔我都明知的啦，吼，啊，都若正经若迄来的时阵吼，哦，啊，都安尼，因爸母啊，就讲啊，啊，都安尼讲安尼艰苦甲安尼吼，啊，都哈哈吼，啊去甲载转安尼。是，结果你敢知？即届摕2领互伊，伊去拄着生理期来啊。嘿好，观众朋友啊，好神奇哦！伊讲阿嬷，我就是讲来的时阵吼穿啊，结果吼无艰苦呢，袂阁再疼。嘿，哦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咱迄领吼足厉害。这无论是讲查某囡仔，你是生理血期来路，循环未去拔掉咧，自然得就未积掉咧。是啦，哦，啊未积掉，气就通就顺啊。是啊。系啊，所以讲这正宗就无啊。对，好，讲到这哈，好来啊，啊，即摆换你啦，换咱两个合唱这首啊，合唱的歌曲，合唱歌曲哦，吼，哦啊。为何放阮在孤单？你是针，我是线，针线影，万念相换。人讲无啥，渐渐也着散。为何梦阮在孤单？啊，你我本是共陪单，怎又来拆散？有针无线，阮是要安怎？思念心情无地看。为何放阮在孤单？你是针，我是线，针线影，万念相换。人讲无啥，渐渐也着散。为何放阮在孤单？啊，你我本是共陪单，怎又来拆散？有情无线，阮是要安怎？思念心情无地看。谢谢魔导徐大姐，敬天大哥秀峰，谢谢尤大哥尤大嫂，新朋友5416。来，谢谢水月姐、秀峰，哦，生出哥嘛来哦，感谢吴明大哥。为何放阮在孤单？啊，你我本是共陪单，怎又来拆散？
哇，感谢吼！来这首歌曲是咱的明福哥哥、文通大哥、美香姐姐、玉玲、徐妈妈，还有秀凤，咱婚姻姐叶大姐所点的哈。来线顶播声，谢谢哦，感谢咱秋菊姐姐哈。来黄明昌大哥好，康苗姐姐，安尼播声，包括阮的明福哥哥，拢总有收到，安尼咧甲咱拍谱啊吼，感谢恁哦，嘿，谢谢。拄则咧甲咱观众朋友咧讲吼。哦，迄领迄领穿咧咱的内在美吼，查甫也好，查某也好，迄真侪咱在时代年纪较侪的时阵，不等讲感觉伊安尼尻川头会酸，哦，安尼循环无好，会落骹去。其实吼，你若迄领会使甲穿的吼，这会使讲是上界好的，这算即马上界新的科技啦。吼，以前人拢讲我远红外线竹炭对无？即马毋是来到石墨烯，世界流行的，世界流行专家啊，你毋好感觉讲，我来讲咱这时代，你若甲人即马无流行着啊，安尼我感觉你落伍了吼。哦，你人这吼，我拄则咧讲吼，咱阮的丽花姐就好啊。吼，连因阿孙咧，就学了阿嬷讲，阿嬷，吼，你即摆买了足对的啦，无当紧，就是安尼，敲电话来讲，放恁啊。真正有够好诶，看到这无变跳半担啦，一届佫摕半担安尼啦吼，所以讲观众朋友给你们新的知识啊，其实毋免互恁开足侪钱诶，啊，你会当吼生活当中，包括讲小孩子也好，啊是你个人，啊是讲咱这大哥，互你的身体变养啊，有当时无一定爱食药啊呢，吼，一寡心腹背痛不一定要吃药哦，吼。好来讲到这，咱即摆要来进入到第2阶段，是听歌要歌名，好礼送互恁，送啥物？送，我就甲你讲啊，会使讲这2年上界时行，石墨烯的，嘛是石墨烯吼，迄石墨烯的吼，这项的，这是袜子吼，甲穿哩，我有穿啦，我一定有穿的哈。用伫做这个太空人的时阵，对，迄个伫太空的面顶啊，哦，这个零下-50度啊，啊，即款来做这你若一般衫裤先去遐吼，都给你寒都寒死啊。无啦，迄伫太空舱内底啦。对。外口的时阵，迄就足恐怖啊。但是共款吼，嘛是爱用即款来做，即叫做科技，那个乌金啊，或者石墨烯。黑金科技。你去做成做即个衫裤。哎呀。系啊，所以讲叫做生命衣啊。系生命衣。啊，咱即边主持呢，就是做这科技的发展吼，啊，知识的分享，所以讲一部分来做对吼，做些梅啊，对无？还是讲咱做这内衫内裤。对，嘿，做棉被。好，对啊。来，今仔日是送，今仔跟咱观众朋友分享是袜子哦，吼，今仔要送互咱观众朋友袜子哈，同款是宽口围，脚跟吼，脚底这拢加厚，无但今咱这有300粒3D 的气垫，会当甲你止滑，会当甲你做脚底按摩的吼。哦，咱真侪时段人咧穿袜的时阵，爱记得注意。咱这个年纪到的时阵，穿袜一定爱穿有止滑的。你若无止滑的时阵，拢太个刮冬啊！嘿，会骨到滑倒的时阵，我咧讲吼，哇！万摆去拄着一摆先就袂堪的啊！吼，后来无当紧哦，咱拢有一寡时段讲啊，若到下晡时啊来的时阵吼，骹拢会流水去，会水肿对无？这双袜啊，伊厉害就厉害一个脚背的地方，甲伊做网状的透气性，甲你做加压。所以讲吼，伊咧抗这个水肿很厉害。你穿这双袜的时阵，你袂搁再水肿，就是这么厉害。啊，若讲骹臭，这双叫做除臭袜嘛，穿了了后，无连你骹臭到外臭就对啦。我咧讲连穿1礼拜哦，他可以连穿1个礼拜出门1礼拜无洗袜子哦，无要紧，赶快袂臭，啊，看有厉害无吼？好来讲到这，我即马咧今仔一届送。2双对，哦，这是双2000块呢。系啊。2双偌济2400啦。系。你一通电话当中是一通电话1块银。啊，你若如果来讲吼，啊，都要歌听歌处理啊，佫要着先多，嘿，多偌济2400哦，2400块，多趁着2399块啦，咁嘛真趣味啊。对。哦，倍数嘛算足悬，我来哦，准备哈，好，谢谢。来，送分题来咯，观众朋友，落歌就注意听啊！今仔这2首歌，拄则即摆要唱的这首3字，等下要唱首5字，爱注意听哦，注意听哦。
三冬到顶礼拜，是恋者在心悲哀，是恋等伊倒转来。思恋，失去你才知你可爱。悲恋，心内的痛苦谁人知？桃花恋，我毋捌半摆。这是恋，哪通予我试看卖？恋，我的恋。心情，只有靠你来排解。初恋甲你来熟悉，结缘三冬到顶礼拜。恋者在是悲哀痴恋，等你倒转来。思恋，失去你才知你可爱。悲恋，心内的痛苦谁人知？桃花的恋，我毋捌半摆。这是恋，哪通予我试看卖？我的恋，你有恋痛苦的心情，只有靠你来排解。这首是这个丹雷先生早前真受到欢迎的歌曲，三字尔，三字。钟凤仪姐姐，我来。进卡卡。这首歌曲的时阵那才奇怪，伊这其实才一字尔咧。哎呦，这歌名先讲挂 A 口啦，讲乱，哎呦，这个歌声的时阵，够法度安尼，互动吼。我来。丹雷唱完了后的时阵呢，要来甲介绍因哥哥。因哥哥的时阵加一字讲做丹一郎先生。对啊，伊这较早出道嘛吼，所以讲叫一个哥哥是嘛无过分。来，我即摆来甲奏这个歌曲，这个歌曲的时阵嘛真好听，嘛足有感情的。暂时莫讲伤心话，惜别的酒干一杯。想起来，我只是对你太痴迷，拢无考虑咱将来的问题。我感觉。无出奇，甲你来做伙，莫讲啦，莫讲，来相别的酒，咱来干一杯，干一杯。
暂时莫讲伤心话，小白茶酒干一杯。想起来，我一时对你太痴迷，拢无考虑咱将来的问题。我感觉恐惊无出家，甲你来做伙，莫讲啊，莫讲，来小白的酒，咱来干一杯，啊干一杯。这首歌叫做啥物名？因为像这是三兄唱的，所以讲伊加两字，五字。头拄啊时阵呢，头拄迄块是像这单雷，伊是唱的是三字的吼。来个一看卖啊哩，叫来对的时阵呢，稍等的时阵，啊，就要来甲公布答案啦。来准备喽。来，老师，咱来公布答案喽。来，时间的这个无情，毋是你咱无缘啦，无法度吼。来，这个已经时间已经真巴掌啦，已经超过去啊。来，我即摆主持来，可是做一个杂志的这个动作。头一首歌曲，初恋甲你来熟悉，日月沙东到顶礼拜，这个歌叫做。乱。啊，你看毋是有一句，我咧乱。我咧乱。对啊。来，第二首呢？第二首歌曲叫做《再会干一杯》，再会啦，再会。来，以上两首歌曲恭喜到咱今仔日哇，很多观众朋友拢要到哦，是不是两首拢总有要到哈？来，感谢您，谢谢。好，老师来安排下一首歌曲。好，啊，这小等下咱节目伫要杂志的时阵，吼，伫要落线的时阵，会甲邀出一位观众朋友，咱的石墨烯，咱这双世界好穿的哈，好，穿着搁卖卡草的，一概送你2箱哈。好，啊，即马呢，老师安排阿芳玲来进广告哦，谢谢。介绍着咱石墨烯的内裤，吼，咱真济啊，即讲吼，顶礼拜，咱住伫桃园的杜妈妈讲吼，伊安尼摕2领互阿孙的穿，我讲阿孙的几岁？伊讲吼，高中3年级啦。讲迄若来进来时阵，倒尾是艰苦甲安尼疼甲足艰苦的啦。结果伊自从穿即领了后，我咧讲吼，全拢素食。嘿，阿嬷会敲电话安怎关心吗？帮助循环。对啊，因为吼也会加速咱的血流量嘛，互你的循环较好嘛。你有当时啊，经来倒尾疼去挤掉的对无？气血循环较歹。哦，啊，当
当然哦，这毋是干那讲吼，孝路讲做啊，你还佫有经来大尾艰苦的疼的时阵有效哈。咱的石墨烯这领内裤，女生的部分哈，伊咧做的时阵就是做了较无共款。伊腹部的时阵，腹肚汤的这个部分吼，做双压，就讲这边甲你缀倒转来，这边甲你扣掉。所以讲咱来讲，尤其是一寡阿姐吼，你安尼有当时啊，腹肚皮安尼绕绕、软软对无？好，这清开时阵吼，这安尼清开有够顺的啦。无单机会帮助你的循环好，佫说咧，伊的弹性佫足好。啊，若尻川到这个所在，我跟你讲，尻川到这个所在，你看卖啊，伊在做提花着，但是伊佫做一个拉提的动作，就是讲伊咧挤的时阵吼，伊洗伫咧高，伊就有法度甲将咱这尻川配这个肉吼，甲你 hold 住。臀部的线条加足水，特别美丽。对，无单紧，裤底就好啊。吼，咱来讲这个裤底呢。会当达到抑制细菌哦，达到99%。是安怎呢？因为内底佫有一种，毋是石墨烯尔哦，石墨烯伊本底就我咧讲吼，伊本底就会当杀菌。无单紧，咱内底佫增加咱的银纤维。银纤维呢，伊本身就啦，伊会抑制迄个细菌，伊若要生长开，伊迄个环境伊就坏。而且伊会当除臭，真侪时大甲一个年纪的时阵，有无尿拢禁袂掉啊？要放唔放紧这样，会闪一下滴两滴啊，对无？2点钟久了后，就安怎臭尿香味就走出来啊！你若穿阮这领，查甫拢总共款，这裤底拢有佮加一个银纤维，对无吼？而且这石墨烯的拍数拢总有够哦，伊会瞬间互你打伤。无单紧吼，迄个味自动甲你收敛掉去。毋是今日咧强，伊内面佫有像这猪胎的纤维啊，是哩，内面佫红赤外线，会当释放像这负离子，吼，佫而且是会当这个吸湿，吼，而且排汗啦。观众朋友啊，调整像这个吼，调整这个温度以外的时，佫会当消除异味的功能。都是遮尔啊厉害哈！我咧讲哦，会当甲你做腹部加压。臀部甲你做提臀，吼，佫刷落来袂卡的。有真侪时段讲做伊穿内裤的时阵啊，吼，不等尻川高啦，吼，拢去卡掉咧啦。无就讲吼，即马吼一寡少年仔咧做迄内裤啊，吼，拢伤过低腰。来哦，我观众朋友，我互恁看哈，来，即领内裤吼，悬腰的，我肚脐伫遮，吼，我肚脐伫遮，伊这拢比我的裤较悬啊哈，吼，来，遮悬着。上盖。无水的这个部位，拢总甲你 hold 住啦，拢甲你 hold 住啦。对，查甫嘛足厉害啦。咱起码今仔讲到查某的吼，袂使。查甫尤其是大哥的时阵，我一定爱甲恁讲者哈。咱这内底石墨烯、竹炭纤维，包括银纤维，对无？但是查甫咧做的时阵就无共款哦。女生是腹部加压，对无？查甫人重酒成咧，对无？以后甲你 hold 得住，无单紧哦。迄真侪时段吼，甲你碰掉咧，才袂安怎行东西，海南北。而且伊的裤啊 hold 得住，裤骹甲你 hold 得住，你无去穿迄裤long long的啦，迄长裤若扭开时阵吼，全安怎好开。即马这拢总袂哈，穿开像咧穿迄啊泳裤共款，而且透气性有够好的哦吼。我咧讲哦，平常时啊踮厝的吼。有的大哥讲，我伫厝的时阵穿短裤鞋啊，对无？你着穿这领就好啊，吼，穿这领就足舒服啊，袂绝对袂啊哈。后来要安怎卖？观众朋友，同款是阮彰化县啊生产的物件，互咱观众朋友特别有优惠的介绍哈。优惠产品啦。今仔日你若甲咱买一领，外口伫咧卖的时阵，若像咱这正港台湾的，阮社头乡出产的，一领一定要1200块，1200块。当然你毋是买一领尔，内裤讲咧啊买小体换对无吼？今仔甲咱出门2领，来买2领的时阵吼，2领爱2400块对无？无毋对。今仔共款，互咱观众朋友1200块，买2领，1200块买。2领，买一领送一领啦。对。但是今仔日吼，为着要互咱观众朋友，像伊讲，我听到迄阿姐讲做好客哦，孙清。我今仔恁电话来卡通的时阵吼，我搁加送恁一领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恁今仔摕到3领，3600块对无？我共款要甲恁收1200块就好，摕3领哦，吼。如果你若要甲我买大组，一领多剩400块。来，观众朋友，如果你若是大组的，有时大讲者啊，我要买呢，啊放你啦，当我要查甫嘛买，查某嘛买。如果你一届甲我买2组6领对无吼
2400块尔，6了。今仔我搁加送一领，互咱观众朋友，因为减栽培费用，对，吼啊特别甲公司争多取。等于7来领。 080081080008155181哦，观众朋友电话即马开始，互恁卡哈。阮所有这查甫也好，女生也好，吼做拢有提花无打紧，形体水，吼，佮有功能性的无打紧哦，拢总一条线尔，所以讲伊无接芳。有的时多讲，哦，迄以前内裤有够歹穿的啦，哈啦，甲伊边也去卡掉咧，啊无卡层高就会去卡掉的。 因为拢总接的嘛，啊接一定有接芳嘛。阮这规领吼，拢总一条线哈，360度拢总是安怎一条线做一届哦吼。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拢总无接芳，绝对袂卡卡咧。即马电话要开始，互咱观众朋友来卡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。我咧讲吼，要互咱观众朋友，你今仔卡电话来卡的时阵，互你买着。 全省上介俗的，像迄俗，俗无一定代表我毋是无好哦，是俗要搁互咱观众朋友买着上介好、品质上介悬的。我咧讲形体搁上介水的哈，我穿这领裤是你甲想看觅，这个提花吼，伊本身这尻川道这个所在的提花，伊会敢若褪掉咧，无大紧，伊个花啊，一蕊一蕊拢总足水的啦。吼，这敢若穿的时阵，而且观众朋友，咱若像讲热天咧穿个丝仔裙就好啊。 你若穿这领内裤的时阵吼，伊袂安怎，伊袂安尼住，伊就甲你倒掉咧，有够好个呀吼。喂，你好，喂，阿姐，你要内裤吼？一摆先6000。好，阿你我讲吼，我是哦，查某你等我一下哈，刷卡先甲接落来。来，0800810800815181，老师你到这电话了吼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喂。喂。嘿，你好。 哎，大哥，你要内裤吼？嘿，我要做洗做的。洗做的吼，查甫的啦吼。查甫啊，洗伊有分大号洗好无？无，拢唔免，无分咯嘿。哦，好。啊，你电话我你等我者哦，等我者哦。哎。喂。手机啊，电话几号？来，人客是穿甲大家学老的啦。喂，你好。来，喂，你好，桂梅姐。哎，桂梅姐你好哈。我要迄个内裤。好，我知。啊，你要大做细做，要查甫查某？我查某的啊，我要买细做的。哦，好，我写开哦嘿。啊，是毋是3领？3领就是1200块，细做1200块，嘿，对，一领1400块尔哈。当时我是我你讲吼，爱礼拜四过吼，礼拜四的哦嘿。当时啊。 星期四哈，来爱中秋过，拜四才会到哦嘿，哈，拜四星期四哈，好，哎对，好来谢谢，来08008151810800815181哈，观众朋友，互恁吼穿开时阵穿开好看，会兜，佮有功能性的。你若穿这领的时阵，你较免，尤其是找女生哦，一寡阿嫂吼，较免行迄妇产科啦，真正呢，伊真正会调整，无你不等安怎有歹味的啦吼。哎呀，也是讲啊，不等个湿湿。喂，你好，喂。好。嘿，你好啊，大哥你好。大哥你好，我要认识做查某的。哦，查某的吼，要查某的吼，来，我等下甲你敲电话，甲你问主持哦，嘿，因为拢满线哈，谢谢。来，罗春大哥也好。 哎，罗春大哥你好。细做的啦。要细做好，我写开哦嘿。好，谢谢。女生还是女生啦哈。查某的。好，谢谢。观众朋友。喂，你好。要查甫。喂，阿姐啊，你要查甫的？查甫3条。哈？查某4条。无分咯吼。嘿对，啊你要查甫的？哦好，啊要大做细做？哦好，啊我等下甲你问主机哦嘿，好谢谢。来，好无要紧哦吼，感谢哇，来这拢总满线嘞。喂，你好，金万达，哦查甫的要大做细做？喂，你好。哦好，好查甫的吼，请你来哦嘿，好大哥，好谢谢哈。哦知道，吼，拢查甫的。好，对，吼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来，今仔希望讲吼，咱这大哥你嘛爱甲摕回去。
尤其是咱这大哥吼，拢穿迄早期啊，人迄种的吼好补助。你我跟你讲吼，伊甲你好煮，伊阁袂真红，穿起来真正有穿敢若无穿的。我曾经捌甲恁讲过，讲吼，我穿即领，穿甲感觉讲，家己阁会摸看觅，我今仔敢有穿内裤，咱惊我无穿咧，是毋是？伊在足舒服，互你无感呐。但是伊阁有功效，我家己本身嘛穿啊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恁一定，尤其是咱即摆算是阮彰化县吼，啊，甲咱观众朋友来做分享，所以讲呢。真正有够优惠的吼，啊！你电话甲卡通，甲摕你若毋捌用过，你甲摕一组小组就好，吼！你免买大组的，安尼了解无？来，啊！我即摆先来摇奖吼，来，电话恁搁继续卡，来，好豆宝宝，等下毋好袂记咧摇奖啊！好，来，我来摇出一位哦。来，吕玉兰，好来，老师，吕玉兰，玉兰，玉兰，对，玉兰，吕宝的吕哈，吕玉兰小姐，玉兰哦，对，好，那石墨烯这袜子，对，你独立的是2双哈，2双，各单2双是哈，是的，来，感谢，谢谢，哇，阮的春雄哥哥，来，吴春雄哥哥你好，欢迎你，嘿，春雄嫂。来哦，啊，你要对，女生的啦哈。哦，那大的时阵就加一领大的吼，来。啊，青春呀，青春呀，自由行。来，老师，稍等者吼。好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吼，咱稍等来落线了后，工林甲芳林拢总伫线骹继续甲恁做服务哦吼。恁若有需要芳林甲你做服务，像讲即摆满线848，啊，搁有咱828081，你拢爱搁加等一下吼，搁加等一下吼，芳林来线骹甲恁斗接电话。啊，若拄则甲恁留电话，无甲恁留姓名、住址，不要紧。阮等下拢会回播，因为今仔新朋友特别多吼，特别多哈。感谢您哦嘿，谢谢。录节目了后，电话继续卡，谢谢。继续我继续行。人行到青春岭，鸟只念歌送人。溪水清清照。